离7月2日的罢免投票日，敢若剩一天，昨公民团体伫咧凯道举办影响成功晚会，其中资深导演王小弟嘛徛台来收听。伊讲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，毋过算有一寡人袂记哩啊。另外，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到中和区宣讲，甲国民党立委张志伦徛台，强调伊为地方是做真侪代志。 虽然落大雨，淹过凯道游玩真侪人，公民团体离西岸办影响成功，凯道暗会造势。暗时9点画出现场有10万人，包括金钟市的陈柏仪、作家杨湘子，一个资深导演王小弟拢来徛台。大家是这样的国家的主人，可是有人忘记了谁才是国家的主人。我想请问你们，如果有一个人在家帮你顾婴儿， 不给他吃，给他穿脏的衣服，给他喝脏的水，你会让他再做4年吗？青鸟甲民间团体伫咧凯道大造势，因若国民党是排伫咧25岸要来凯道，新北市长侯友宜24岸到中和区替因家己的立委张志伦徛台邮票。侯友宜讲，伊进前做刑警，看到好人就照顾疼惜，看到歹人就掠去关，希望大家听张志伦。 拄起来做立委，高票第一行当选，做年外，请问咧，伊有做啥物唔对的代志无？有无？无嘛！今仔有做唔对的代志，第一个上知就是里长啦。里长逐个就什么走无路啊啦。院长，我们跟大家挥挥手。7日了罢免投票最后倒算，国民党立委王宏维、24加立法院长韩国瑜、民众党主席吴国昌，还有无党籍立委郭金素梅，做伙是无同意罢免票。王宏维委员是打不扁的、压不扁的蔷薇，国民党喊大罢免大失败。 失败为成功之母，所以民进党成功要听妈妈的话。台北市长蒋万安搁在陪王宏维回访中山本命区，针对送归变声量，强调台北市50个南匪一席拢袂当走。前总统蔡英文23号伫网络顶讲会去投票，表达对公民团体感谢。不过内面并无讲到大罢免大成功，引起大家讨论。中国罢团联合代表做伙开记者会，强调罢免行动并不是政党故事势力操作，是人民依法监督制度自我修复的正当行动。反共，反共，反共大陆区，今仔沿路唱互恁听，你就知影讲，即摆国民党安怎无反共，甚至要甲台湾带去互中国。 这敢有道理无？罢免日子愈来愈晚，大家走基层，几多位民进党立委、理事也加地方的民代、公民团体做伙出来催同意罢免票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